中國頭房地產經紀小林啊，今日介紹俾大家嘅呢個係奧園城市天地嘅一個3房，房產證63個平方，然後我哋整體一個配套環境咧都係非常齊全。去火車站大概係步行10分鐘，如果搭滴車程咧1到2分鐘，係非常之近嘅距離。然後我哋大門口呢邊有一個廣場，同埋周邊嘅一個商場位置配套同埋超級市場咧都係齊全㗎。帶你睇睇現樓。上到嚟單位咧，睇到我哋一個裝甲門、防盜門咧已經安排齊㗎啦。咁啊，成個單位房產證係63個平方啊。咁入到嚟門口係我哋個飯廳位置。咁啊，所有嘅家私家電都係新㗎啦，包括呢啲櫃咧，全部都係訂做㗎。咁1樓有一個公共衛生間。而家就未做乾濕分離嘅。咁我哋樓齡咧就2022年嘅。咁啊，採光同埋我哋整體一個使用咧都 OK。咁啊，中空大廳呢個單位如果有了解嘅奧園嘅都比較清楚啦。咁呢個係執過晒，直接拎翻入住嘅狀態，望翻我哋一個平台空間綠化，整體採光 OK 嘅，因為呢度咧成層咧都係一個採光面嚟嘅。咁啊，1樓非常舒服，有一個房間。咁啊，而家房間空間放住米半床。咁呢個單位好嘅好在咧，佢係屬於單邊位置啊，咁啊就冇遮擋啊，同埋全部都係明窗嚇，有櫃。空調啊，同埋我哋通天然氣嘅。咁到時候過嚟煲靚湯啊，煮飯都 OK。咁呢個晾曬佢喺呢邊，全部有明窗啊，都唔會話有暗房噶。全部明窗，採光面都一流，通天然氣直接拎俾入住。最緊要呢個就唔需要話後期去再操心一啲濕碎嘢啦。咁上翻嚟2樓咧，咁呢度咧就係有2間房同埋一個公共衛生間。咁呢個缺點就係冇做套間咯。咁但係我哋一個視野同埋我哋嘅開闊度係非常之 OK 嘅。呢間房望翻我哋一個中空大廳。而家業主將訂做櫃啊，同埋我哋一個空調啊，全部整備齊全。咁呢個慳時慳力㗎。呢個位置值得講一講，係完全贈送嘅一個空間嚟㗎。咁因為下邊咧係屬於走廊位置，咁而家做咗一個雜物間，可以隨存放嘢咯。呢間都屬於客房啊，我哋主人房呢邊。相對會更吸引少少。而家個床咧，呢邊個床係擺住一個2米嘅大床嚟㗎。咁啊，兩面採光，呢邊都係睇翻我哋內園環境。呢塊空間都係側面嘅一個採光窗。咁啊，呢啲櫃一睇就全部都係訂做嘅。因為我哋2樓層高咧係去到2米度，1樓去到2.3米。整體實用 OK。咁我哋 total 總價而家係50左右。直接你眼見嘅全部都係屬於你㗎啦，二手樓都係㗎啦。咁有興趣嚟現場睇睇。